莲友们，早上好，阿弥陀佛。好，下面这一章呢，我把《华严经》的一段很重要的话，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发现到我写这一章写的毛笔书法好像不错各位对不对？难怪我们呢。那个谢院长说我讲完了之后，他从这个摄像当中看到我写的字，他说：“师父，你越写越好呢。人不是一朝可成的，你必须要不断的磨练，各位对不对？不断的训练不断练习，你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嘛，对不对？像我每天我都喜欢画，写一写，我喜欢这样。那你看，越写自己好像随心所欲好像自己能控制自如，就越写就会感觉到越好。好，这一段《华严经》，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了。你看，佛的这种最重要的生死大法，如果没有人说了，没有人讲解，没有人介绍，没有人去引荐，各位。虽会不能了，虽然你有高超的智慧，没有办法彻底去了解。所以佛都一再的强调告诉我们：依文解义，三世佛冤按照这个字面上的解释那佛会感觉说三世的冤枉3辈子都感觉很冤枉。我是透过这几句话，但是我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呢？你没有彻底去了解。没有完全掌握那个要领，让你讲出来，佛三世佛冤，三世都感到很冤枉，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要有人介绍，专门在研究佛法的，深入很精辟的去掌握这个要领，把佛的心、佛的愿要好好的去研究、去清楚掌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这些人好好的来介绍给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偏差了。虽然你什么都我学问很高，我读的书读得很好程度很好，但是你虽然有高超智慧，但是你要接触到佛法的精髓很难，你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去了解。譬如我暗中宝，像暗中宝，各位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有个宝贝嘛。有个珍珠玛瑙有个钻石在里面，是个很重要的宝贝在里面，在哪里暗中宝，在暗的房子里头。譬如是在暗中宝，暗中在黑暗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宝贝，但是无灯不可见，你没有灯没有打开，看不到。里面明明有好的东西，有宝藏在里面，在里面，但是没有灯，你看不到。就好像佛法很伟大，你只要能够了解佛法，了解佛的心，了解佛的用意，透过这个佛法让众生看清楚世间的真相了解世间真相之后呢，你不会去执着，不会去贪求不会去计较，你的心才没有挂碍，你的灵魂就清净了，自然感召到一个清净的地方。但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那怎么办呢？佛就告诉我们：来，你赶快念佛，你一念佛，有这一尊阿弥陀佛要救度你。好，我们有人介绍了，我们就了解我们的习气很重，我们的烦恼很深。这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力量，那怎么办呢？原来还好，幸好有阿弥陀佛慈悲。大愿大力他要用这个名号来救度我。好，我已经知道这个方法了，已经有人介绍了，有人说明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就赶紧按照这个方法就成就了，去解脱去了。所以各位，佛法要有人解说，各位对不对一定有人介绍，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华严经》都是针对佛菩萨，都是菩萨这个果位这个阶级的人佛来介绍给他们的。今天我们把这一话《华严经》，把你们在座各位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友我们听到佛对上层的菩萨们讲的话，今天我们也来研究，来体会，我相信对我们很有帮助，各位对不对？佛法一定要有人说，有人说或者重点在哪里？我们一定要去听嘛。有人说但是不愿意听，
你得不到保障，得不到这个好处，佛法的对你的利益你得不到，所以你一定要去听。所以佛法要讲闻思修，闻就是要去听，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思考嘛，要思考，对哦，这是对的，好，我就接受，接受了以后就修，你就按照这样去做。依教奉行，各位，你以后未来就不会再堕落，不会六道轮回，就能够直接往生西方去成就佛道，各位，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有人来介绍。所以我们对弘法呀，你看有出家人，弘法利生是家务啊，这是我们本分。我们介绍给众生知道，这是你的本分，责无旁贷的，义不容辞的事情，你应该要去承担，应该要去面对，对不对？应该要好好的去推广，这是我们出家人应尽的本分，应尽的本分。今天把这一段话告诉大家，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努力，好好的学习，让佛法绵延不断的常驻在世间，让众生带来希望，众生带来光明。谢谢大家，阿弥陀佛。